大家知唔知道 Stray Kids 係實驗性組合，曾經同 ITZY 成員係競爭對手，同 Marvel 演員係朋友。今日同大家分享關於 Stray Kids 嘅冷知識啦。Stray Kids 係 JYP 娛樂喺2018年推出嘅8人男團，佢哋用咗全新方式選拔，公司揀咗練習生方燦做隊長，俾佢親自挑選隊友，最後組成而家嘅 Stray Kids。2017年因為公司出道資源有限，同期只可以推出一對新人，於是 JYP 安排咗公開比賽 ，Stray Kids 要同女練習生團爭取出道名額，最終公司確定由 Stray Kids 先出道，而女練習生團經成員調整。2019年以ITZY名義正式出道 ，Stray Kids 出道前已經具備舞台硬實力。Lino 出道之前曾經多次成為 BTS 嘅伴舞，3位成員喺練習生時期已經組成創作小隊，親自創作過大量歌曲。Stray Kids 音樂成績非常出色，佢哋第4張正規專輯首周銷量突破300萬。上2星期喺澳門舉行嘅 TMA 攞到包括年度藝人、年度製作、全球人氣獎等等多個大獎。佢哋喺男團競演節目 Kingdom 其中一個舞台加入咗 Deadpool 元素，結果本尊親自回應，之後送咗簽名酒瓶俾方燦，方燦就回送簽名專輯同埋衫，成為咗一段超有愛嘅跨界友誼。大家仲有冇其他韓國藝人嘅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俾我哋聽啦！